由旅遊局製作嘅影片《澳門賽車輝煌延續》榮獲2025年度國際汽車影片大獎，頒發最佳盛事影片殊榮。獲得呢項被譽為賽車運動界奧斯卡嘅獎項，導演感覺好興奮。絕對記得，因為你去到去有一樣嘢咧，大家真係要知道呢一樣嘢，我係唔知嘅。喺嗰度你有世界上最 top 嘅賽事嘅代表作品，但係我哋對呢段片，我哋覺得佢係講緊呢個故事係獨一無二嘅。有機會佢一講嗰個名嗰個時候，喺嗰一刻你有個交代。影片帶領觀眾走進震撼嘅影院世界，體驗跨越逾70年歷史嘅澳門大賽車傳奇之旅。觀眾喺長約8分鐘嘅影片中，可到感受澳門大賽車喺充滿傳奇嘅東望洋賽道內外嘅情感世界。同時，影片刻畫大賽車同城市交織嘅故事、糅合延伸活動、籌備過程等。呢條片其實係同我哋嘅城市嘅歷史發展係有關嘅。喺我哋喺策劃呢件事嘅情況下，除咗過往可能我哋會 focus 喺賽事入邊一啲車手上邊之外，我哋特登都希望可以表達到呢個賽事喺澳門嘅一啲關係，希望可以令到更加多人認識澳門或者鍾意澳門大賽車咁樣。